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逢星期1至5嘅焦點短打，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能。美國新一出政治鬧劇正喺度上演，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富商馬斯克爆發罵戰，兩個人因為大而美法案喺網絡上互相交火。仲記得馬斯克早前退出政府嗰陣，兩個人仲做咗一場大龍鳳，互相拍咗一番馬屁，結果唔到幾日就鬧翻。今次馬斯克炮轟特朗普，係咪真係單純咁因為不滿大而美法案，定係另有原因呢？馬斯克退出政府之後，已經頻頻接受訪問，表達對大而美法案嘅不滿，但都係小馬。直至6月3號，終於喺社交媒體開始發炮，就直指法案令人厭惡，所有投票支持嘅議員都係可恥。之後佢又將大而美法案叫做大而醜，又不斷翻舊帳，揾出咗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約翰遜以及特朗普以前反對民主黨增加政府負債嘅措辭，暗指佢哋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更加毫不留情咁話特朗普應該被彈劾。如果冇佢，特朗普以及共和黨早已經輸咗選舉。愛面子嘅特朗普當然不甘示弱，除咗喺會見傳媒嗰陣話自己曾經幫助馬斯克，對佢感到失望之外，仲喺社交媒體上多次發帖文反駁馬斯克。特朗普話係佢要求馬斯克離開政府，又話因為政府取消咗電動車補貼，而呢個補貼一直強迫美國人買啲冇人想要嘅電動車，所以馬斯克就發癲。之後佢又威脅會取消馬斯克旗下公司嘅政府合約。要知道馬斯克嘅 SpaceX 主要客戶就係美國太空總署，如果失去咗政府呢個客戶，幾乎肯定會倒閉。但馬斯克仍然冇讓步，除咗話如果失去咗政府合約，就會索性將龍飛船退役。之後佢更加話投出震撼彈，直指特朗普同已故富商愛潑斯坦嘅性侵案有關。正因為案件牽涉到特朗普，所以當局就冇公開愛潑斯坦嘅檔案，更話冇幾耐之後真相將會公開。到底特朗普馬斯克關係繼續惡化會帶嚟乜嘢影響呢？首先 ，SpaceX 同埋美國太空總署係互相依賴嘅關係。SpaceX 擁有嘅太空船技術係美國太空總署冇，甚至全世界都冇。而美國太空總署就一直提供合約俾 SpaceX。如果龍飛船真係退役，將會大大損害咗美國太空技術嘅發展。其次，邊個係愛潑斯坦呢？愛潑斯坦涉及多宗嘅性侵案，據稱佢有一座小島，專門為唔少名人、有錢人提供非法嘅性服務，而佢手上亦都有名單，記錄咗參與過呢啲活動嘅人士。愛潑斯坦2019年7月6號喺紐約市被捕，但1個月左右，愛潑斯坦就突然喺獄中離奇自殺身亡。呢段時間正係特朗普嘅第一任總統任期。到底馬斯克點解突然火力全開呢？除咗不滿政府負債增加之外，大而美法案對馬斯克最直接嘅影響就係提早結束咗對電動車嘅補貼。本來美國有大量對電動車嘅稅務減免，直至2032年，但法案就將補貼嘅終止日期提前到2025年嘅12月31號。當失去咗電動車補貼，最直接影響當然就係馬斯克旗下嘅特斯拉電動車嘅銷量。因此，馬斯克今次連番發炮，最希望嘅就係參議院否決大而美法案，咁樣就能夠爭取修改法案嘅機會。而家參議院對法案嘅態度都相當分歧，部分共和黨人都唔同意增加債務上限，所以馬斯克係有機會令到法案被否決。成段罵戰最關鍵嘅莫過於馬斯克喺社交媒體上發起咗項投票，內容就係話而家係咪時候創立一個真正代表中間派嘅政黨呢？結果暫時有80%人投票表示支持。馬斯克過往都好中意用呢種投票嚟實行自己嘅下一步行動，例如佢曾經發起投票問係唔係支持佢賣特斯拉嘅股票，結果大多數人支持佢就立刻賣咗當時價值50億美元嘅股票。其實好多時佢已經係知道結果，只係用所謂嘅投票嚟合理化自己嘅行動。所以馬斯克係咪要成立新嘅政黨呢？以佢嘅影響力，一旦成立咗新政黨，絕對有機會吸取咗唔少共和黨嘅選票。咁當然會嚴重衝擊共和黨嘅政治版圖。而且中期選舉將近，
有指白宮嘅幕僚已經出手調停，並會安排二人見面。不過，特朗普、馬斯克嘅狂人性格都係難以捉摸，相信下一輪嘅美國政治鬧劇好快會上演，大家要拭目以待。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拜拜。